来看宜兰的绿色博览会最近开幕了，也毋过有民众反映讲哦，有5只兔仔拢互关伫一个真细的笼仔内底，伫电视内底哦无水嘛无草啊，看起来是对动物真无友善哦。关政府是表示讲，因会来改善。兔仔互关伫真下笼仔内底，脚踏板还是铁网啊。外界烦恼安尼兔仔的脚会着伤。有民众去宜兰绿色博览会翕相的时阵，发现深头起笼仔内底是饲5只兔仔，毋但伤客，还佫无提供食食甲水，完全无符合动物优先。因为他抓出来的时候是已经有喂，然后是过来是先放那边让人家看。绿色博览会工作人员解说讲，兔仔是已经饲饱了后，才对外来电视，为了避免外界议论。已经有放兔仔的食食甲水，嘛有放脚踏板啊。但是兔仔嘛喂5只，感觉剩1只。兔子区现在剩1只兔子啊，没有其他兔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它蛮孤单的。是空间这边比较大，但是好像变得一个人孤单了一点。不过民众对新的兔仔电视区也是无啥满意，因为敢若放1只兔仔伤过孤单。这届并不是绿色博览会头一届电视动物，今年动物纵横的展区，还有电视牛甲羊，场地比演过较大。不过想袂到这届活动的主题以农业生活、生态保育、影响未来为方向的绿色博览会，带在电视兔仔的空间，引起对动物无友善的议论。确实有一些比较不妥当的部分呢，我们就立刻要求改善啊，包括这个地垫的部分呢，我们有加上木板。官府表示，已经有请动植物防疫所的人员做伙去现场访视，要求针对电视空间无够友善的部分来做改善，而且上侪以电视2只兔仔为限制，提供对动物更加友善的环境。记者从合报道。